我们亲爱的长官、贵宾，还有我们现场所有的记者、媒体朋友，以及我们与会的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参加我们今年2014年的客家美食料理比赛的记者会。我是记者会的主持人，我是前妃大家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记者会。客家委员会呢，为了要宣传我们的客家美食文化，同时要提升我们客家美食的知名度，因此呢，特别用心规划了我们今年2014年的客家美食料理比赛。希望呢，透过这样的活动，让大家呢来认识我们客家的文化。那么今年呢，活动的主题是特别用了在节庆当中呢会用到的猪肉，它刚也会用到个左扭，还有呢有我们客家人生活智慧的酱菜。共同结合在一起哦，特别要举办了实在好客料理大 PK 的活动。活动呢，在11月22号的时候正式展开，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那么在今天呢，我们记者会的一开始，为大家安排了非常活力的开场表演，特别邀请到2012年呢获得了客家劲舞大赛劲舞组的冠军队伍长宝图舞楼，还有飞送邓一下给双胞胎姐妹花乐乐跟柔柔来到我们的现场呢，为大家一起来做活力的开场。因此呢，邀请大家，我们一起用最期待的心情，还有您最热烈的掌声，我们一起来欢迎他们为我们带来的福菜舞蹈《众香欢阳》。
問呀，上玉兒 hit disco，俾地最後見問呀冇嫌太多，見妹我老識對你講好，捱行5錢出糧費，你卡要6百要到話爛死，我會後立 man。蝕下爆咧，我會蝕唔晒。沙巴哈卡 style。耶！再一次热情的掌声来，谢谢我们的长宝图5楼，还有可爱的乐乐跟柔柔，谢谢。刚才呢，他们这支舞蹈呢，特别呈现了我们客家人呢在种福菜，还有在采福菜，就是 non福菜哦，还有在农忙采收的时候快乐的情景，也是非常符合我们这一次的主题。谢谢他们为我们精心带来的这一支福菜舞蹈。当然，今天呢，我们记者会的现场有来了非常多的贵宾哦，在这边呢，就让千惠一一的来为大家介绍。首先呢，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这一次的客委会的大家长，也是我们的主委刘庆忠刘主委，欢迎主委。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客委会的副主委钟万梅钟副主委，副助理以后。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副主委范祖明范副主委。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客委会的主任秘书廖玉佩廖主秘，欢迎主秘。其实大家应该都有感受到，近几年来呢 ，Anyhow VF 非常的用心，规划了非常多的活动，要让大家呢来认识客家，爱上客家。当然呢，要跟大家来介绍客委会非常重要的推手，因为呢，在他的带领之下，我们的客家呢更加的完美，更加的精彩了。所以呢，我们要邀请我们客委会的大家长刘庆忠刘主委呢上台跟大家说几句话，众祥弘扬刘助理。主持人叶小姐还有本会的钟副主委范副主委廖主任秘书，还有吴处长各位客家产业的朋友们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特别我下批欢迎我们所有贵宾同我们媒体的朋友参加今日呢我们实在好客。双降大 PK 的比赛活动宣传记者会我记得我原先去米拜拜下来，我哋利用猪肉来拜啦拜下来去妈妈呢，如果讲用吹刀去剁个猪肉，剁比绵，行什么？剁比绵，用我哋酱菜螺木呢去炖，也实在好吃的。另外呢，有段时间供养前特别年夜饭的时间其实呢，剁个猪肉，剁个绵，迄个有，我夹个肉眼，对无？薄酥体的，当好吃的。所以我原先去有记得讲个猪肉同个酱菜、螺木呢用于煮，给它回想起来还是有妈妈的味道我们客家委员去为了我们传扬我们客家美食的文化同时呢来推广我们客家美食产业。那同时呢，我们必须歌唱地位也有我们客家产品也周边两片旅游同时呢来展出来展示俾我们所有参加人我们呢边呢我们客家美食特别我们客家美食的一种特色。利用一摆机会呢，来比赛，最主要来推广我们客家美食产业。我们比赛日期呢，如11月22號早晨頭9點半開始比賽啦刷下來呢有八種不同的活動，但是呢喺比賽以前我有一個活動很多千人好客。地贴啦千人3D 那个好客地贴那活动我们对11月1號開始報名，到11月21號都結束嘅，有
1000人，但是呢，俺们无把握也1000人全部会到了吼，所以俺们大八节来讲，今日还继续来报名希望呢也争取全部会到不。给安尼后面报名呢可能无法参加，但是呢，正式录取的前1000人呢，无多的时间，安尼候补名单嘛有啦，候补名单唔打败安尼现场也可以来报名。也呢千人3D 那个浩客大地铁是全台湾第100有安尼发通，安尼期待呢，安尼发通呢可以分他个人感觉到接近客家。接近客家就接近幸福贴近幸福安尼感觉所以安尼希望4月22号拜托安尼媒体朋友同我们宣传一下希望呢安尼三批台中各方人士来参加安尼活动，可以了解安尼客家安尼料理安样来做把安尼做法也可以带回去，可以欣赏到吃到安尼客家美食我再用国语讲一次各位贵宾、各位媒体朋友，欢迎大家参加今天这个双降大 PK 比赛的一个消息的分享。客家委员会为了传扬我们客家这个饮食的一个文化，同时呢能够提升我们客家饮食的这个知名度呢，特别举办了实在好客双降大 PK 的一个比赛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呢也承蒙由我们弘光大学呢来承办，同时呢也感谢他们对这一次承办活动过程里面所做的努力跟贡献。那我们的一个比赛日期呢是在11月22日上午9点半开始。地点呢是在我们信义区星光3月 A11停车场的旁边，那个比较场地比较大。那么在正式比赛活动之前，我们也有这个1000人这个好客这个大地贴，那这个大地贴呢是属于3D 的当然图案内容是贴什么内容我们暂时保密不说，到时候贴完了就知道了。那借着这样的一个1000人3D 好客大地贴这样的一个活动呢，也希望我们社会大众有机会呢这个接近客家，贴近客家，能够更接近我们客家人这样的一个幸福感。希望这一次的一个活动能够顺利圆满。同时呢，我们希望这个活动借由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让我们非客家族群或者我们自己客家族群能够更能够欣赏到我们客家美食这样的一个料理。希望我们这样的一个客家美食呢有机会也可以宣扬到国际推广到国际。同时今天早上我特别跟我们承办单位的同仁讲，是不是有机会把我们客家的美食，比如说四文四草能够申请我们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的一个四文四草是我们客家传统的这样的一个饮食这样的一个料理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申请的过程里面，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的美食呢能够这个留存下来，也能够推广到国际。希望媒体朋友能够把我们这样的一个比赛活动呢大力的去宣传，能够让我们这个社会大众，特别是我们台北市民、新北市的这个市民呢，能够踊跃的来参与。祝我们这一次的比赛活动能够圆满顺利，也祝在场的贵宾、媒体朋友身体健康、精神愉快。谢谢大家，罗兰。谢谢刘主委。同时，我们邀请主委先行留步，因为这一次呢，我们客委会要呼应我们的双降主题特别规划了外国朋友，还有我们的双胞胎朋友，还有我们的亲子队伍呢，一起要来参加趣味的彩绘酱菜的家。大家可能会很好奇，要彩绘什么？那什么是酱菜的家？在这边我们就要来问一下我们的主委，什么是酱菜的家？跟大家一起来说明一下好吗？这就是我们客家人家家户传统的叫做
酱缸，酱缸啊。哦，中拱哎，猛抽就是酱缸。那么今天呢，在我们活动现场非常可爱、鼻总定义响的双胞胎姐妹花乐乐跟柔柔呢，她们也亲手来彩绘这个酱菜的家。我们请乐乐、柔柔，首先呢，在上台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 say hello， 一起来问候一下哦。大家好，我是乐乐，我是柔柔。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画的给刘爷爷。好可爱哦！那我们就请双胞胎乐乐跟柔柔呢，我们一起把你们画的酱菜的家亲手送给我们的刘爷爷刘主委。你们两个把我升级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乐乐柔柔画的呢是可爱的小猪，也就是跟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双酱猪呢来结合在一起哦。好，那我们先请我们的乐乐柔柔先回座，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先拍个照。可爱的乐乐柔柔，好。我们请主委站在中间的位置，同时我们再请乐乐柔柔在我们刘主委的两旁边，一起露出最可爱、最灿烂的笑容哦。乐乐柔柔感觉很想比个耶，对不对？那我们就来一张耶的好了。耶，好可爱的双酱猪的酱菜的家。OK， 谢谢。好，那我们先请乐乐柔柔呢，我们先回座稍作休息一下，因为呢，这一次我们除了有温馨有趣的彩绘竞赛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千人开幕活动，然后要邀请千人呢一起来齐心协力来拼3D 贴，所以呢，我们要再次请我们的乐乐柔柔呢拿出我们的拼图，等一下呢要跟我们的主委我们一起呢要来拼这个幸福的圆盘，我们请乐乐柔柔再次来到我们的台上。待会呢，当千会呢倒数3、2、1的时候，邀请大家呢，我们一起说号召千人齐拼幸福，要大声一点哦。同时，我们邀请主委还有乐乐柔柔帮我们拼出我们的幸福贴纸。大家准备好了吗？一起倒数3、2、1，号召千人齐拼幸福，实在好客双酱大 PK 活动正式展开，祝福我们的活动圆满顺利成功。再次用热情的掌声呢，来预祝我们的活动圆满成功。此刻我们邀请乐乐柔柔呢，我们先回座休息一下哦，因为呢，大家可以看到，还要再合照一张吗？没有问题。好，我们再次呢一起看着我们的前方摄影镜头，希望呢今天与会的媒体朋友可以为我们这次的活动来多多做报道哦。还有哪边要补画面的，可以稍微举个手。好，我们一起右手比大拇哥，右手比赞，好不好？好，当我说实在好客的时候，一起说赞哦。实在好客，赞。希望这一次的活动呢，邀请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谢谢，我们请乐乐柔柔呢先行回座休息一下，因为大家应该有发现哦，在我们活动后方呢有非常多只可爱的小猪，所以呢我们要邀请刘主委呢来到我们第2只小猪的位置，第2只小猪白色小猪的位置没有错。同时呢，好，帮我们来到第2只小猪的位置，我们换个方向好不好？是的。好，那我们同时要为我们揭开第1只小猪，等一下要拉下第1只小猪的红绳。是的，拉下我们第1只小猪的红绳，要为我们揭开这次的幸福活动。我们请主委帮我们揭开第1只幸福的小猪。大家可以看到是我们的幸福大 PK， 也就是这一次的活动实在好客双酱大 PK 的料理比赛。那继续为我们揭开第2只小猪。第2只小猪是我们的幸福大汇集，現場呢，我有40架，非常有70個客家創送來到現場。那我們的第3只小豬是什麼呢？第3只小豬是幸福大放送，現場呢有1元競標，還有最大獎是 iPhone 6，歡迎大家一起來拿大獎。那請主委繼續為我們揭開第4只小豬。
第4只小猪是幸福好料理，我们邀请到名主厨黄景龙还有温国志来到现场做客家料理的示范。那么第5只小猪是什么呢？幸福好客秀，现场呢我们会邀请到非常多的客家艺文团体来现场做表演。那么继续呢，我们要揭开的是第6只幸福小猪，是幸福巧手作。现场呢也会安排很多的 DIY 活动，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那么第7只小猪呢，我们要继续揭开喽。第7只小猪是我们的幸福来彩绘，也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彩绘酱菜的家。那么第8只小猪，也就是我们的最后1只小猪，我们要揭开喽，是我们的幸福齐拼爱，邀请大家一起来拼出幸福，拼出爱。再一次用热情的掌声来看到我们的这一次的8大活动。同时，我们邀请主委呢先回到我们中间的位置。因为此刻我们要邀请我们的贵宾一起上台来合影留念。我们邀请到我们的中副主委来到我们的刘主委的右手边的位置，同时我们邀请范副主委来到我们主委的左手边的位置，同时我们邀请主秘来到我们中副主委右手边的位置。当然，我们也要邀请到我们这一次活动呢为我们带来活力开场的长宝图舞龙，还有最可爱的乐乐跟柔柔一起共同的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次的活动8大活动，邀请大家共同来参加。我们一起呢看着我们中间的摄影镜头，我们先看中间。活动在11月22号，在我们的星光3月 A11广场，欢迎大家共同来参加。那现在呢，请各位贵宾将你的目光缓缓的移动到你的右手边的位置，我们给右手边的媒体朋友一些画面。这次呢，我们的2014客家美食料理比赛主题呢是实在好客双酱大 PK， 希望大家共同来参与哦。也邀请大家呢，一起将你的目光再缓缓的移动到我们左侧的位置。我们也请左边的媒体朋友帮我们记录这个值得纪念的一刻。也希望呢，今天在我们的会后可以多多来帮我们宣传，多多来做报道哦。希望下年客家嘅發通啊，所以有越來越多人向下來參加。好的，那我们继续，我们再回到中间的位置，同时要请贵宾呢将您的右手借给我，我们一起像刚才一样比一个赞。当主持人说出这次活动的主题“实在好客双酱大 PK”， 请用右手给我一个热情的赞哦。准备好了吗？实在好客双酱大 PK， 赞！我们也请现场的记者媒体朋友帮我们捕捉这个幸福的画面，谢谢。还有没有哪位记者媒体要捕画面的？可以稍微举个手让主持人看到哦。OK， 那邀请大家呢，我们一起用热情的掌声来预祝我们这一次的2014客家美食料理比赛活动圆满成功，也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谢谢。谢谢我们贵宾今天的参与，那我们今天的记者会呢，也就圆满的要进入到了尾声。再次谢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记者会。接下来的时间呢，会留给我们的媒体朋友，还有我们的主委做联访，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帮我们宣传，多多来做报道。什么泰嘎，按自 C。